烟花城百货公司已经开19年啊，传讲年底要收起来。内底生意上介好的就是这就是囡仔职业体验城 Baby Boss， 因为租约到期，敢若营业到新历11月30，无要搁再租。Baby Boss 有真侪囡仔拢是始终的主顾客，即马传讲要收起来，嘛，互一寡时代感觉真无彩。即马 Baby Boss 伫咧继续找找适合的场所，希望即客无去，别客着，后日会当搁找到别个所在。对哥哥姐姐咧扭来扭去，也是讲化身做这个小小的甜点师傅来做饼。这个讲是华人地区第一间儿童职业体验城的 Baby Boss， 是真侪囡仔爱耍的所在。不过即马业者煞无讲无答，就伫咧官网来宣布讲11月30了后。因为这个租约到期，就要来结束营业，还蛮难过的啊。这边是优质的小朋友的环境，那很可惜，因为这小孩子的天堂，然后就没了。他们之后可能就是玩的地方就变比较少啊。Baby Boss 伫咧2008年来开幕，到即摆已经有12年啊。2300平的这个活动空间，有70外种的这个职业，通好有囡仔来体验。想不到即马煞着爱关起来，因为我们一定要能够具备一定的规模，因为当时我们是投资了2亿6千万。目前我们有在讨论的是新北跟台北市的部分。其实 Baby Boss 无继续签约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伊所在的这个京华城百货。讲上紧伫个年底就要收起来啊！开标结果如果是顺利脱标的话，我们必须要提到股东会做一个确定以后，才会后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作业的一个处理。所以到年底的话，出席是不正确的。不过京华城讲这是谣喊的，百货周年庆嘛照常来进行。不过伫9月25，就要来展开第4摆的招标，顺利得标一定会换头家。无怪这个真侪百货的单位嘛借这个机会紧来出清，也若这个 Baby Boss 嘛紧要关门，就惊讲头家若是换人做了后，再来应变就袂赴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